后早啊，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24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花甲沙风台的暴风圈，即马已经离咱台湾愈来愈远。也来根据统计，这个风台是造成咱14个人死亡，18人受伤，即马也阁有真侪人失踪。灾情上介严重的是伫花莲县的光复乡，因为马太安溪放水湖水规个溢出来，冲到水尾，造成光复乡规大片拢淹水，真侪人是赶紧走去2楼、3楼去避。因为即马淹水阁停电，交通嘛受阻碍。大高线马太安溪桥已经断去啊，第11线花莲大桥即马是先封起来。滚滚泥流灌入去超市，货架商品大多晒坏，店员抓茶帮向前行，先保命。冲上来了，冲上来了，真的很夸张哎！花莲公河水淹将近1层楼，因为大水冲过来，串流水势大土石一直传涉，惊人顶面淹没在前。啊，桥不见了，桥掉了，桥掉了。咱前的马太湾溪桥一日帮河泥流冲断去，过桥落伫个溪流内底，在场的监控人员马上上车催油门都离开。满了，没有桥了。马太湾溪水位向暴涨，因为水头放川河伫23下晡2点外，陆续发生2摆溢流，总共6000万吨的水泄落来。哇！你比刚才的还大啦，已经高了1米多了。现在，你看，很像浪啊！大水伫冲光复乡市区太巴弄甲北湖村这住路，拢被淹去，这湖人人未负反应。只好破安条啊，好佳在最后平安得救，惊险为民亲像灾难电影。白色车子里面有人，这台灰色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啊，现在一个人在那边很住，他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啊？光复乡怎么变瞎？民众拢硬气，唔敢相信乌线泥流直接冲破家门，拢是水。我的天哪！我的妈！都要淹过来了啦！有后生抱行动不方便爸爸到厝顶避难，有人的轮椅被冲走，下半身拢是落个霾啊。等一下有东西可以扶，我们就用这个椅子。花莲县长徐正辉今日坐镇指挥中心表示，大同水门甲大安水门拢开，成功将大水引导等于光复溪。东湖一带昨暗时水势已经退，暗过淹水阁停电，交通无方便。大高线马太湾溪桥无法度过，第11线花莲大桥也封路。马太安溪桥因为第一个洪峰就被冲毁了，那在现在的这个从台九线转到建英大桥，再走193的路线是可以通的，所以目前唯一通的是我们193。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资料，花甲山风台目前造成14人死亡，18人受伤，真侪人失去联络。受理有347件。然后受困共有263人啊。那目前我们持续进行的一个搜救。一直到拜三透早，当地也一直落雨，国团会严格戒备监测，灾民5万家园应赶紧回归正常。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放山湖水规个溢出来，市区拢淹去，马太安桥嘛断去，花莲光复乡灾情严重，真侪县市拢已经派人去斗救。目前光复市区的水已经退啊，也伫当地设前进指挥所啊，而且透明拢在清烂土。马太湾溪桥互大水冲排去，真侪路也因为大水受损，或者是被迫封路。真侪车因为道路严重出水，未当过去，包含警车也被困。过不去。车子过去一定会掉下，因为它那个泥沙太厚了。我刚要去找水的时候，我自己都快被掉住了。试试看而已，因为我看那边还有水。我知道。对，所以我不建议。光复乡前海64号因为水深甲卡达夫，而且佫真侪路公模无法度入去。中正路甲敦厚路口派出所边仔路公模20到30公分。目前光复市区水退去，前进指挥中心规卖清除。宜兰方面派出消防队去协助。出发进前，宜兰代理县长林茂胜为支援的消防人员进行讲话，提醒注意安全。我有跟他说，因为现在我们已经集结了5艘救生艇，还有我们15位同仁会马上赶过去。
屏东县政府23尾仔5点半接到消防署甲花莲县政府请求支援，马上启动跨县市救援机制，出动8车13人，4只动力救生船、3只手灵船甲相关救灾器材协助。花莲县消防局表示，目前已经赴新北、宜兰、台东甲屏东县等县市支援，暂时无需要其他县市来支援。另外，台北市也派人去协助，高雄市主动表达支援意愿，特殊大队受完成增援器材甲车辆整备，然后进一步需求会马上协助。总统罗清德23暗时表示，已经请行政院长杜荣泰指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合各部会专业协助花莲县府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各达至救援受困民众。记者综合报道。昨昏花甲沙风台过境，外围宽潮嘛造成北部风雨真大。宜兰的转运站有旅客着拿单车拿压雨，家人的中正路嘛有淹水淹半米深，甚至有真家厝的泰路落落来。一阵大风将雨水归扫入宜兰转运站，站务人员也爱交雨伞来回处理代志。花甲沙风台过境，爸爸家宜兰也大受影响。下大雨的时候，水就会往里面泼，然后夏天真的很热。我记得转运站好像不应该是这样子设计的吧？风势大啊，比较靠近出入口的地方，就难免会受风的影响，把雨水带进来。旅客拿南河拿单车，怀疑是转运站设计不良，关府交通处强调，当初设计建筑师都考虑到东北季风状况，也毋过即摆因为短暂阵风甲中港雨，才造成即款状况。另外一边，家人雨势同款一阵啊一阵，就伫威海营区的旧地址，怪树继续伫土水中作业，因为23早起边仔中正路加度淹水，上深的所在超过50公分，范围超过100公尺。可能看起来大概有30公分左右吧，对啊，蛮深的，可是一下就没有了。听说以前就有淹过了，对啊，不是只有这一次。也有公路路花地街口，就伫今仔日早起1点外，建筑物未堪力强风，大片泰路落落来，雨住户惊到要害。很大声，很可怕，我以为是撞车了还是什么。这里风很大，去年我们的招牌就被风吹下来。就连台北市和平东路3段也发生路树倒去，跌害路边5台机车。目前花甲沙渐渐管理，也毋过受到菲律宾东风外海，也有一个热带扰动已经形成热带性低气压。那未来普洛伊风台形成，西太平洋可能阁有3个风台强阵的局面，也毋过实际影响甲详细预测路线也有待进一步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受花甲沙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署继续伫今仔日针对11个县市有发布大雨特报，其中伫花莲甲台东是到超大水雨的级数。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花莲、台东甲恒春半岛同款会落阵雨，东北部也有中南部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也若北部过北部的所在云今仔日有较高，过到了后会有局部短暂类阵雨。温度的方面，西半部今仔日高温大约是32度至35度，东半部高温是28度至31度。另外呢，今仔日停班停课的所在，包括花莲光复乡，也有道溪乡，也有伫高雄的桃园区梅山里甲复兴里。另外伫台东的部分，海端乡的二道村甲武鹿村，以及新武部落，伫今仔日都是停班停课。超级风台花甲沙，即马是吞达菲律宾的北部，造成菲律宾北部有几10万人所开。花甲沙刷来会继续往西边行，会影响香港甲中国的广东，所以即马航班、铁路拢已经暂停营运。土石流甲路砍去，怪手甲挡路的土树瓦撒去路边，穿一条路，互救护车会当过。超级风台花甲沙倒来强风暴雨，日下晡扫过菲律宾利爽岛北边、巴布岩群岛。互北部真侪所在落大水雨甲土石流，本格特县的图巴区发生土石流阻碍道路，当地市政府紧通路。卡加延县的圣安娜区有居民调到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无顾风雨，紧去救人。Atau mahas, tapos naririnig ko malakas tapos may hangin. May hangin yung kahapon hindi ganong
tapos pagising ko na lang malalim na。伊落高省因为放无饮水，民众掉伫内底，海华防卫队用胆手救人，搁一家一户通知民众疏散。因为花家山的风力要达到每点钟280公里，是全球今年以来上强的风暴。和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全国灾害应变机构全面戒备，搁调动所有的政府机构救灾救人。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万人撤离，其中1200人暂时住伫收容中心，其他民众是投靠亲友。大马尼拉都会区加里宋岛大部分地区拢宣布停班停课，不少航班停飞。花家沙一路向西行，互香港加中国广东省开始警戒。为着防灾，超市货架顶青货、冷冻食品、泡面类差不多民眾掃了了。尋日都有買定啲食物啦，係啦，今日都會去補貨，係啦。咁啊未買齊嘅，大概消費到400-500度啦。成個街市好似過年咁，啲肉食檔啊、菜檔。幾浸人啊！今日少咗啲噶啦。香港天文台表示，花家沙以每點鐘220公里的風力漸漸挖近中國廣東省南部沿海地區，已經24早起上挖近珠江口這塊里。到時陣香港的風力會進一步增強。目前第23下晡已經發布8號風球，佮宣布香港23、24天氣2天，部分企業嘛宣布停班。大部分客運航班嘛伫下晡陸續宣布停運，已經至少有700航班受到影響。另外，廣東深圳市政府已經撤離40萬個住伫較低地區的民眾，嘛呼籲民眾愛提早囤一寡食的。公視新聞陳思彤編譯。因為即馬伫西太平洋的海面上，共款也受3粒風颱。熱帶性低氣壓 TD23已經伫今仔日的半暝2點發展做第20號的風颱普魯伊。氣象署是預估伊行的路線是往海南島的方向行，對咱台灣是無直接的影響。也毋過呢，要提醒鄉親的是，強烈風颱花家沙的海上風颱警報，昨暗8點半嘛已經解除。也毋過氣象署有提醒花蓮和台東的民眾，今仔日也是愛有防超大水禍。雖然花家沙風颱已經離開掌外圍環流，帶來風雨對台灣造成不小的災情。花蓮馬太灣溪幫山湖逆流，將當馬太灣溪橋中從下邊的江河鄉頂地，邊個台東包含太麻里溪真濟所在，由溪水暴漲，市區的南方甲風行里是出現淹水。在恆春半島甲小琉球的感受是風比雨較大。這邊是我們的後石群礁。氣象署資料顯示，自3早起9點，小琉球應縣上懸6點8公尺，恆春半島也有同款的情形，當地閣發出警報。中風也造成屏東縣將近2000戶停電，大部分是山區的鄉鎮，尤其沙鄉停電戶數上濟。是在那個貝亞區那個地方，這樣颱風天啊，怕沒有路燈也是危險啊。不過當地路正歹行，愛有鋼板炸旗鼓，行路入去，生態度倒去的樹花將搶修。壽卡地區多處斷線了現場真的是泥濘不堪啊，山路難行啊。那當初北部家人河勢共款一陣一陣，就佇威漢野區古蹟內底怪手一直佇土水內底作業，因為自3早起邊個中正路正多淹水，上深超過50公分，範圍超過100公尺。另外，昨形成的熱帶性低氣壓已經佇透早2點發展成做第20號風颱普魯伊。波伊颱風，它在剛清晨2點的時候，在菲律賓東方海面生成。它在通過菲律賓的時候，距離台灣還算是有一段蠻長的一個距離，所以對台灣的影響並不是那麼明顯。那通過菲律賓中部之後，它會進到南海。那進到南海過後，大概也還是會朝向海南島這個方向前進。氣象署表示，普魯伊有機會發展成做中度風颱，對台灣無直接影響。目前西太平洋已經有強烈風颱花家沙甲中度風颱遠行，佮加上普魯伊佮成做3台做會局面。記者綜合報道。在韓鄉親，咱同齊來關心今仔日報紙的重點。咱先來看《中國時報》。本土中藥廠江雄蘭因為嚴重違反 GMP 優良製作規範，有16項的產品全攏愛回收，工廠嘛已經停止生產。台南的衛生局要求業者1個月內愛完成全面回收，袂使擱賣。繼續關心聯合報，晶片大公司輝達已經宣布要投資人工智慧大廠 OpenAI， 要甲投資美金1000億。大約是新台票3條，因要打造後一代 AI 的數據中心。繼續關心自由時報，
医学中心的急诊室称载咧真塌，问题是真严重。卫福部即马嘛已经提出假日的时急症中心的解决方法，要伫大型的病院附近来收发烧轻症，也是简单外伤的患者，要甲病人分流。卫福部伫昨天表示，上紧的11月要开始实施，其他亲像即马其中台北、桃园拢已经建好地点啊。继续来关心流感即马嘛进入流行期，敢若是顶礼拜尔，就已经有超过11万人次因为流感感冒去医生看。也若新冠疫情，目前呢伫日本也个南韩都已经进入高峰期。疾管署嘛有讲讲，虽然咱台湾有中秋连假、双十连假，所以连假过后，咱的确诊人数有可能嘛会增加。另外，要搁提醒乡亲的是，10月初1开始就有公费流感预防针通知，厝内若是有时段，红婴仔拢爱赶紧去做。发烧头痛，人感觉虚累累，就要注意啊！恐惊是流感。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流感门诊急诊的人数，拢总有11万多人次，比前一礼拜加出来13.1%，正是进入流行期。疾管署也提起10月初1开始公费的流感预防针，就当开始做啊！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会当赶紧去做。流感的疫苗呢，马上就要开打，而且今年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株，跟我们目前流行的一个病毒株呢相符，那所以呢会产生足够的一个保护力，所以我们预期呢，这个只要民众呢踊跃的来接种一个流感的疫苗呢，那就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流感疫情呢，控制在可控的一个范围。另外，疾管署也提起，最近新冠疫情伫咧国外开始传，尤其是台湾附近的日本、韩国，目前是疫情的高点。如果台湾的疫情可能伫10月中就会开始流行。邻近国家的这个新冠疫情也都还是在高点。那这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新冠疫情，新冠的就诊人次。那么在上一周的话，大概是2184人次左右，是在一个相对的低点。疾管署强调，过来就是双十中秋连假，根据恐惊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今年公费疫苗伫咧10月初1就当开始注射，有分2种，分别是流感的疫苗和新冠疫苗。注射的对象和去年同款，提醒民众处理若是有时大，也是婴仔，拢爱特别留意。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9月中开始，罗西亚就派无人机去攻击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昨天伫北欧嘛传出有不明的无人机出现伫丹麦，也有挪威的机场掠失。联合国的安理会即马针对罗西亚做这款代志，已经对罗西亚提出警告。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机场的半面是真无平静，受到几只互警方形容讲是体型真粗的不明无人机伫机场的空中登势影响，这个北欧上无用的机场，伫当地时间日暗时8点，因为安全的理由暂时关起来，差不多4点钟，至少造成35架航班改降。几点钟后，伫挪威首都的奥斯陆机场嘛传出亲像这种事件。瑞典先驱部报道，有2个操控无人机的外国人被逮捕，但是无清楚感受和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系。欧洲的空气伫这半个月以来是真无平静，伫这1礼拜外以来，一直有罗西亚的无人机甚至是战机对北约的民国越境干扰，先是19架无人机入去到波兰的空隙，罗马尼亚嘛有。顶礼拜6礼拜，佮传出3架罗西亚的米格31战机拢入去爱沙尼亚芬兰湾的领空，停12分钟这么久，互支援北约顺风波罗的海意大利战机升空甲驱离。波兰的总理图斯克声明讲，任何飞行物只要侵入波兰，会随甲拍落来。Decyzję o zestrzeliwaniu obiektów latających my będziemy podejmowali bezdyskusyjnie wtedy, kiedy naruszają nasze terytorium i latają nad Polską. 8月联合国安理会嘛召开紧急会议，会中爱沙尼亚的外长是提出类似的证据，但罗西亚的代表同款是讲，因的战机是伫波罗的海中立水域顶悬在飞行，无入去到爱沙尼亚的领空。这或者开会的代表是做伙强烈批评。I say this openly to Russian representative in this room. Your government's actions are reckless, dangerous, and go against the very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日美国总统川普向媒体问到讲，若罗西亚升级行动，美国敢会出手来协防和罗西亚相接的北约盟国？对这，川普嘛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
伊拉法国总统马克宏日前伫纽约联合国大会顶悬，伊是宣布法国要承认巴勒斯坦国。也毋过，伊嘛有强调讲，中共要伫当地设大使馆是有条件的，就是人质爱放出来，而且加沙爱停火。伊拉目前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内底，已经有157个国家要承认巴勒斯坦国。也毋过，意大利的吉鲁派总理梅洛尼，伊是坚持讲伊无要承认。也毋过，民间是袂得，民间是有工会就80个城镇，伫连续2天发起大罢工抗议，伫米兰的街头嘛发生警民冲突。意大利北部大城米兰有5万人参加支持巴勒斯坦谴责加沙种族灭绝的街头示威，组织伫中央车站外围的示威民众大声喊要求以色列随伫加沙停火，高烧美国国旗。示威者想要拢离车站的时，一群穿乌衫的人向镇暴警方弹石头、金属甲电布弹，引起激烈的肢体冲突，至少有60名执法人员受伤，大约10名抗议者获掠。这场由上大工会意大利劳工联合会发起的大罢工，有80个城市乡镇响应，大众交通港口甚至航空连续第2日无运作。Contro la logica della guerra e contro il genocidio della Palestina. È bene che il governo ne tenga conto e faccia proprio riflessioni. Rottura immediata delle relazioni con Israele. 欧洲的极右派政党意欲偏向以色列，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是其中的一个。伊表示，承认一个无存在的国家可能会有反效果。在野党要求伊去国会提出说明，伊也拒绝，引起左派阵营强烈的批评。在英国、加拿大、澳洲了后，法国总统马克宏日伫纽约联合国大会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多处透过2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不过，伊也强调，伫当地开设大使馆的先决条件是人质得到释放甲加沙停火。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联合国的大会总辩论伫今仔日举行，一礼拜按算会有大约150个国家的元首也是领导人来登记发言。美国总统 Trump 今仔日就伫联合国的大会发表演说，伊讲承认巴勒斯坦国是伫奖励哈马斯。另外 ，Trump 嘛要求欧盟的盟友唔通阁向洛西亚买石油。继续关心波兰和瑞典日前头届进行双边的军事演习，要来展现两国要联合防卫的信号。波兰的国防部长嘛表示，这是两国有史以来头一届的联合军演，特别要来展现两国伫空运、海运、陆运的快速能力。来关心《华尔街日报》报讲，美国的资深法律学者孔吉营伫昨昏过身，伊才甲95岁。伊是前总统马英九甲前副总统卢秀莲读哈佛大学士的老师，对台湾的民主化甲中国法制发展有正重要的影响。镜头转来讲来关心台中的成功岭发生意外，这是一个18岁的义务役的阿兵哥，伊使用 T91的步枪，结果呢，唔知是啥物款原因发射了后，造成这个阿兵哥倒兵面规个受伤。病院即马表示，这内底有真侪金属的碎片，也卡伫脑部，无法度提出来，目前该观察。军方要对外说明，讲初步已经排除是枪机械甲弹药的问题，这拢无问题。毋过呢嘛，已经甲现场录影的画面交互检方来调查事故的原因。台中成功岭传出可乘的意外，造成一个18岁细小的士兵面的倒面并大面积受伤，性命正常稳定，但是还未脱离危险。军方嘛伫23下晡对外来说明，初步排除是机械还是弹药出问题，才造成这个意外的。那昨天这把枪支射击它发生之后，我们经过联保厂的检查鉴定，枪支是没有破损，弹药是没有破损，所以枪支目前就初步的研判。枪支的机械的问题是排除的。军方指出讲，属机部23处理细小士兵，日下晡当伫靶场做 T91步枪的例行性训练。迄当阵射击线其他的林兵拢已经完成射击，伊是上尾一个射的，嘛是这支枪的上尾一粒枪子。代志发生了后，枪机红送去鉴定，嘛排除是其他的人无细致去射着伊。神经就像豆腐一样，所以当这些金属碎片在散射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对
我们的脑神经造成实质上的伤害。病医表示，讲目前的目标就是维持生命正常的稳定，差不多需要2礼拜的观察，已经转移到台北的3总继续来治疗。军事专家是指出讲 ，T9E 步枪是目前国军在使用的主要枪机，初步推测并不是枪机本身出问题，但对这种枪敢会当对正兵射击来研判，这个士兵说是倒兵面来受伤，可能更有真侪疑点。这代表它并不是在射击线上所发生的状况，就是不是在我们什么开保险，然后这个正常的使用状况，在不同的姿态之下，然后就不明原因的射击。于今日中午，会同陆军10军团人员进入案发营区现场进行实地勘查，了解射击训练流程、在场人员及使用装备。台中地检署已经指派有职业军人专业背景的检察官来指挥侦办，军方嘛，甲现场录影的画面交予检方，另外启动内部的调查，希望会当量早来厘清事故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亚丁花莲有警察车伫漳中道要送早起通缉犯去分局的时，遭驶伫大高线，可能呢因为雨来关系，涂骹较骨，规只车是失控去弄分界岛。车顶迄当时有2个警察甲1个嫌犯，嫌犯伤势伤过严重，当场是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监视器翕到台九线落大雨，车辆经过喷出水，也毋过这台警车煞突然失控，高速弄到路中央的分界岛，导连电火条啊也互弄歪，看到民众赶紧来斗相共。现场路苍苍，零件煞甲规涂骹，弄的力道真大。事故警车完全扭曲变形，警消告场赶紧救援。车顶2名警员身躯真侪所在受伤，其中细粒警员正骹骨头支去，细林通缉犯是伤势严重，当场失去性命现象。现场的时候有一名伤者，还有1名警察受困在车内。犯人的部分，他目前状况是 OK， 而且有多处那个开放性骨折跟创伤的部分。当伤的通缉犯紧急送医，也是死亡。这个事件发生在23中道，迄当时，这台花莲新城分局嘉湾派出所的警车，当要移送县林通缉犯登去警察局，也毋过驶到台九线176.6公里的3站路段，煞疲练失控，造成意外。因为雨天道路积水，导致车辆打滑擦撞中央安全岛，那造成车内人员受伤。那3人分别送往慈济及花莲国军总医院。那至于肇事原因，尚待警方厘清。迄当时因为受到风台影响，花莲落大水雨，驶车时对视线影响真大，路边也全拢是积水，敢是因为水漂现象，还是超速造成意外？警方后手会调查厘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昨昏受风台影响，海面上风影较透，金门毛线11级的顺强风。也毋过呢，所有看到10外只中国渔船无咧惊风影，驶入来咱的海域掠鱼走过界。民众伫岸边，迄5千旗是看甲清清楚楚。海巡为着要维护咱海域的主权，虽望是风台天，也是有出海去甲赶走。画面内底飞行机准备要降落，去互风线一抓咧海。要飞到跑道的时阵，毋若无伫咧中心线，其实佫起一边。这只原底要降落伫咧金门机场的飞行机，敢若当扭起佫停飞。风台花加沙为了真惊人，金门22透11级的强阵风，毋若飞行机受到冲击，因为海顶天气歹，有要60只商务货船伫咧金门的外海避风台。有部分的船因为无法度入去厦门拍定的所在，所以紧急申请伫咧金门的海域暂时休伫遐。机场外海这些货船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这个可能今天就会离开了。台风警报解除，他们就会离开了。不过金门的风上海域煞出现10外只中国渔船，趁机会下界偷掠鱼仔。风影是真大，民众伫岸边就会当看到中国的渔船仔顶悬插5彩旗，因是赶紧通报海巡，为着要阻挡中国的渔船仔下界掠鱼仔，甲违规点伫遮的商务货船。外口透风落雨，风影阁大，海巡22暗时要是出港去赶赶。这里不是马泊区，请你立即马上起锚离开。金门海巡队181艇在深夜21时50分，顶着10级风浪出港，在金门母语东方海域，冒着恶劣海象，总共驱离10艘大陆籍船舶。
金马批分数强烈谴责中国的渔船仔伫风台内阁透明下过界来掠鱼仔，毋但真危险，嘛增加救援的难度甲风险。所以会等天气较好，或者是风台过了后，加强处理下界掠鱼仔，或者是违规点伫遮的船仔，来维护咱国海洋的权益甲海域的治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特别伫加拿大举办。加拿大有下党派的议员，甲咱台湾斗相挺，是头届伫因的国会举办记者会，呼吁爱护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另外，联合国的总辩论伫即礼拜要开始，纽约有非营利组织是拢会举办峰会。即届呢，即个峰会嘛有邀请咱大总统以录影的方式发表演说。第80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前前，纽约非营利组织照例伫联合国总部外口举办年度峰会，再度邀请大总统录影发表演讲。While Taiwa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UN system, we have consistently proven through our actions that Taiwan is a reliable partner. Our position is clear: to make Taiwan even more resilient and secure, so that the global defense of democracies is even stronger. 大总统讲，台湾愈安全，世界民主就愈坚固。上次国际民航组织 ICAO 伫加拿大明德罗举办大会，台湾行动团受加拿大跨党派众议员的支持，头届伫加拿大国会举行国际记者会，呼吁 ICAO 爱纳入台湾。Air safety knows no borders and no regions, especially one as vital as the Taiwan Strait should be managed in isolation or used as leverage in geopolitical contests. Taiwan's exclusion is not due to performance or capability deficiencies. It is about one thing and one thing only, and that is bending to Beijing's bullying, and it has to stop. 不大声拼出台湾的英文支持台湾的众议员库珀，讲加拿大是 ICAO 的主办国，应该明确表达立场。加拿大媒体讲，总理卡尼承认巴勒斯坦说对台湾加入 ICAO 点点点，分明是有两种标准。另外，两国的外交部表示讲，现阶段台湾政府也无承认巴勒斯坦的规划。政府现阶段没有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规划，不过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的发展，也要呼吁巴方能够相互尊重，彼此进行友好的接触对话。关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伫社群平台公布地图，自转甲台湾纳入中国，表示做已经承认巴勒斯坦。外交部抗议讲对台湾的主权无尊重，嘛讲期待联合国公正对待台湾，承认台湾伫国际上应该有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补发现金1万块，这个政策上紧的后个月要发放。行政长邓英台伫进前就指示讲，会当研究看卖，敢要新增加无免领关乎国家专款专用这个选项，有引起讨论，嘛有引起批评。因为行政院伫昨昏表示，总讲该系统安尼就去延长发放的时间，所以即马决定未设无免领这个选项。院长怎么看这个距离1万的选项有引发一些争议，有要说明吗？普发现金1万上紧10月会发放，行政长杜永泰本地是只是建议增加卖领这个选项的可行性，但若引发争议，连民进党的立委嘛有无共声音。吴思瑶就伫面册发文讲，伊认为这是扰民压价尔，要求负面政策要较紧改。应该没有人会选不领吧？我觉得可以有，只是可能形同虚设。行政院23表示讲，为了防止个人的资料被提起用，若是增设卖领的选项，就要做另外一套身份的验证系统，会去延长到整体普发现金的时程，决定维持原有的领钱管道。恐怕会延宕发放的时程，因此行政院决定维持原本的领取的管道，不会增设额外的页面，让接下来发放现金的过程可以更加单纯顺畅。诈骗集团嘛看准时机，对8月普发现金的议题开始查，就大量发送假作财政部这政府机关的 email 和钓鱼仔的简讯，已经有民众去点这假的政府 email， 连假网址了后输入信用卡的资讯，甚至拢无怀疑，照网页只是输入 OTP 验证。结果就互偷渡5万多块。
假简讯或者是假 email 的部分，大概有10件左右。那这个假冒公务机构说你的身份被盗用的检举，大概有80几件。刑事局分析，诈骗集团这种要来甲你骗的网址，拢是用亲像政府官方网页的小号，针对这种假网站、假链接，已经强烈追查，而且甲因封锁。在这幕嘛提起讲，政府机关专用网址上尾是 gov.tw， 政府袂发简讯，也是 email 通知你去领钱，也是登录，嘛袂用电话要求你去 ATM， 也是网络银行来汇钱。好有民众若有看到，都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洲河山公园抢硬违规开发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尺。今头地检署第17日时侦查结束，包括负责人，也有水保技术加强为7个人，互依法起诉。检方嘛建请法院甲因判重刑。对空中看落去，大树河山公园场的日期工地，原地草啊已经豆豆啊种倒转来啊。甲2个月前树啊臭了了，规粒山头愈甲光光的模样比起来，实在是天差甲地。叫我头法院伫7月已经甲负责人林瑞峰甲水保技师吴安钦收押。检方表示，林瑞峰甲后生2人违规开发山坡地，面积超过25000平方，而且佫甲吴安钦甲伊的4位员工，若时间无照报来，佫假造时间记录甲进度。17检方侦查结束。对林水峰等7人正式起诉。被告林某等7人及聪明的家公司某工程顾问公司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刑7月到2年6月有期徒刑之刑责。地检署表示，除了起诉以外，河山公园场1期的违规建造已经拆掉，2期的草啊嘛有种转来啊。买手会要求市府继续监督厂商，爱甲规粒山头恢复甲符合水保标准的规定。不过地方1期、水保2期的许可已经废掉，不过1期的供电棒到甲规山坪，即阵负责人甲工程师拢互收押，留在伫遮都是危机。民众希望会当甲山头恢复原貌。有法迄个建筑执照尔，使用执照无法啦。啊，你民无要家背书，吼，你有要同意无同意，你领事来解说啊。市府表示会全力来监督路卖作业。李长讲，2期违规开发的山坪恢复状况也算袂歹，不过若是佫看到迄乱糟糟的供电棒，都互伊1粒头2粒大。希望中央会当斗3工，莫互因安尼操烦过日。记者柯家族副朝阳高雄仓报道。亚伫台北的草山有居民5年前是发现伫永德大道的保护区山架去封乌开，甲市府陈情，讲这个建案讲要启动车，也毋过事实上哪亲像是要起别踪。目前市府是要求爱停工调查，也起诉人是诉愿红驳回，转提起行政诉讼，专案昨昏开庭。当地居民是呼吁法院爱驳回诉讼，来守护保护区的环境。破口号请法官评裁，驳回诉讼真侪住伫树林金山里的居民来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表达心声，因为伊5年前发现永德大道一段的保护区遍布风大开挖，向市府陈情是建案假弄下之名，做起大闹之事，市府要求停工调查。造成了阳明山的破窗效应，仿佛在告诉那些不是以农为业的人，可以新建假豪宅来获取不法暴利。我现在在豪大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睡觉，因为我就怕土石流、山崩。可见那个水土保持已经被破坏了。实际来讲，永德大道一段的建地目前处于停工状态，因为专案建造已经过期。李办公室呼吁法官守护保护区环境，也强调起诉人是大概内线交易案判刑，目前假释中的游说伊因为诉愿红驳回提起行政诉讼，23头一摆开庭，几个公民团体来声援。为这个案子攸关台北市是否能够守住保护区的未来，维护环境正义。假如网开恶例，恐怕后患无穷。他要用抗争手段让我盖不下去。那我今天是向市政府合法申请建造，你说我建造过期，你就让法院判定我有没有过期就好了。游说伊的委任律师表示，先做事实定述，尊重司法程序的进行。对此，市府委任律师强调，将对本案一切依照规定办理甲答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台南沙屯生态科学园区的筹设计划、国发会已经通过审议，未来会成做南科4期的园区。却因为沙仑农场生态真丰富，而且佫是高民营生态地，有引起讨论。南科的管理局即马强调讲，已经有开始做相关的生态调查，针对外界议论嘛列入评估。行入去归仁的沙仑农场，望过去规片是瓜田。不过，这个地点差不多531公顷的大塘用地，未来会做台南沙仑生态科学园区，也就是南科4期计划，也和各界的烦恼。1年1约，然后租金又不便宜，然后又是靠天吃饭。可是政府现在一弄成园区，说收就收。那我们的保障在哪里？那农民爱清沙建造地点，农场生态丰富，是台湾特有亚种高民营生态地之一。网络嘛出现串联反对的声音。伫做高民营救伤甲研究差不多20年的专业小认为，应该先调查高民营的数量，再来讨论。中华民国野鸟学会表示，进前台南市政府主导的沙仑健康园区都还无定论，就要开发，生态一定会消失，应该谨慎评估地点的问题。它的活动的数量。影响的程度去做一些基础资料的调查，所以在大众的观感上呢，会认为草鸮会出现在整个沙仑农场，这个其实是不对的。除了草鸮以外，在我们的这个沙仑地方，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物种，就是环境质。环境质它其实是被归类在极度濒危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里面。南科管理局是讲，已经有开始做生态调查的做法。那生态先行方面呢，我们会在靠近二仁溪保留比较多的牧草区的草地，认养18公顷，会尽量来培育一些牧草，所以我们现在就会做，那跟专家、跟大学的做相关研究的老师做一些沟通，跟请他们给我们专业的意见。南科管理局进一步说明，科学会审议通过了后，也优待行政院核定，后续嘛需要进行宽屏甲开发计划的审议，一定2年后得到土地，会采分期开发，我会听各界意见。记者采访报道。有民众伫台北市信义区的地下停车场开直播，有去翕到一只动物，听讲是翕到猫仔、狗仔，想袂到是翕到熊仔。赶紧通报了后，动保人员甲伊掠去山区野放。专家即马就表示讲，即马咱的保育观念有变较好，而且天敌变少，熊仔有增加的趋势。山羌的走法是跳的，啊，就跟卡通一样。杨先生日下晡2点外伫地下停车场直播，本来想讲出现伫镜头内底动物是猫仔还是狗仔，无想到竟然是野生动物。这是山羌哈，野生动物。山熊仔一直尾伫壁后，惊到的时阵会跳车悬。杨先生赶紧通报动保处，伫车卡找一针仔，动保人员总算甲抓到。杨先生讲真烦恼，山熊仔若是无抓到，走去车路会叫车搞死。如果冲出去，以他那种速度哈，我估计那个骑机车的啦、开车的啦，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被他吓到。你会担心他被路杀吗？比较怕路杀，老实讲。台北市动保处评估山熊的状况袂歹，尾也甲掠去野放。其实3年来已经有接到民众通报有山熊差不多80件，研判甲挖山边有关系。嘛呼吁民众山熊真无胆，拄到的时阵千万唔通家己掠。只要被吓，就会很容易死掉的动物，所以其实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太人为的接触，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可怕的。他打电话到1959。青山包围伫东湖的公司嘛捌有山熊入来餐厅，通报动保处来掠。家人我有民众翕到山熊走入去公寓楼梯，真紧张，逃脱的速度真紧。专家讲，山熊走入来都市，甲人相对的机会提高，主要是数量变真济。会吃它的像雄鹰啊，然后一些小型食肉目，它的天敌就相对的比较少，它的繁殖力强，加上猎人的数量其实是相对。山熊已经为保育类降到一般类野生动物。专家讲，有听过有机农民不满山熊入来产地食作物，去一公尺悬的围篱嘛挡伊袂掉，认为高山的数量增加，人甲狗冲突这么多，山熊应该是后一个物种，人甲山熊的冲突会变作未来问题。记者采访报道。
地方风上头，地方的消息来关心，昨昏受风台影响，台东的南回是一阵风一阵雨。伫台影响到10户人家厝的铁厝厝尾顶，互风扇歹去。也伫南回公路一寡有经线封路的路段，即马嘛已经陆续开放啊。台中乡安淑村复兴路，即几排铁厝厝挂拢规个翘起来。民众讲，迄当阵还阁落大雨，家具甲衫拢湿了了。透早天光才会当整理家园。居民讲，饭店过点外，风雄雄算算叫，厝挂就规安尼翘起来。有10户拢是同款的情形，毋过对面的厝煞是完全拢无碍着，因为台中乡7月份捌出现假雷风，居民咧要讲，即个有可能阁是假雷风，造成因的厝受损。风一进来就一刹那就这样子把那个房子屋顶都掀开了。玻璃一直震动啊，有起风了。挡住都挡不住。遐若伫金峰乡嘉兰村、甲太麻里乡乡兰村的居民，因为山区2天累积的雨量超过400毫米，太麻里溪水规个涨起来，这村民拢真注意水位的情形，因为烦恼的崩花是规暝拢困袂去。到这个湾区的关系那个河水很容易往这边冲。昨天那边那个提往那个路淹水现在有冲掉，它这边有带出去了。不过南回公路22暗时已经成封起来的金轮大桥，甲部分管制路段23已经开放。不过要是提醒民众驶车就要细致。另外，台东市的海滨公园，因为海涌甲大粒的石头甲水流茶拍起来甲大路的，呼吁民众暂时莫跨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伫台南顶回受丹那斯风台影响，中建拢还未完成，即届阁受花加沙风台，有一寡工程嘛去延着。有里民因为厝无法度住，去住活动中心困涂骹过暝。七股区公所就表示，目前已经有8成外拢已经修理好势啊，也未好的部分嘛会继续追踪。顶回丹那斯风台到即阵已经2个月尾啊，不过煞还阁有人逐工咧活动中心过暝，包括昨昏花加沙风台来。足歹叫工啊，你敢知？啊，即马你叫人刷过来，就得一直刷，刷到到晚上尾啊，连估价到现在都还没估嘞。丹那斯啊，到现在了。啊，不然呢？睡到全身痒到都不能再痒啊，就是。它那个都有蚂蚁在爬，也没办法反正就是要克服啦。实际来看，因即摆徛起的状况，有看厝顶阁也未堪，规个厝体也阁哩哩落落，有住户暂时先甲新竹牌仔甲新尊请去厝边摆咧停下骹。风太较紧啊！各位啊！所以即摆遐无人，你即摆先搬来对面遮。敢叫民间来看的。有民众虽然是已经有顶坎去陪厝徛，不过亲像即摆风台来，雨落大阵，共款的涉水，互伊真无奈。啊，阮就是当修理好了，开完那个老娘，阮这拢换个换开啊。修理的工程是一直咧进行，但是因为工班工课实在太济，排拢排袂赴，当着歹天就爱搁休困，地需就牵着居民的修复时间。7股区公所强调，即阵已经有8成外拢修理好势，只是有部分工程实在嘛是爱照白班。房子受损修复的成果然后被高成啦，还有种被高成，因为经过2个月之中的时候，有时处期让住户改进修缮的，有时透过公所市府咱水利局地震局、交通局下面好监班，拢总15个监班来协助安尼即目前修缮都还不要去啊。顶届风台，佮加上西南气流，互沿海居民受灾真严重。到即摆还阁有好无完全，嘛无怪讲，即摆当地民众若听到风台来，心内难免悲哀，心情是错咧蛋。记者台南采访报道。新外消息来关心，根据卫福部的统计，高中生呢有41%捌啉过烧酒，也若高中生搁较悬有68%捌啉过烧酒。也若啉烧酒，伤早啉酒，恐惊会影响发展，会去影响伤害脑神经的发育，影响记忆。所以即马就有民间团体呼吁政府爱落实未成年啉烧酒的管制。酒店出现伫台湾文化外交的场合，卖场嘛定看到比如咧促销品牌多元甚至有各种口味。虽然伫咧广告也是店家根据分酒管理法，拢着表示未成年禁止啉酒卖酒，也毋过有民众指出，实际上伫卖场店也是无落实管制。就是会看嘛，或者长得比较老就没有问题。是要买，伊阁有足侪方法去，就是找着方法去买酒。槟榔摊之类的，或是杂货店。
根据国健署的统计，高中生有41.5%啉酒，高中生甚至有68.8%啉酒。主要会啉酒的原因，以厝内人朋友啉酒嘛对咧啉的占上侪，嘛有歹势拒绝社交需求啉酒的。台湾解酒含检酒防治中心指出，上早啉酒恐惊会伤到脑神经发育，较会有情绪歹控制、记忆歹等等的问题。中心呼吁政府落实卫生连管制，嘛通参考日本的做法。酒除了爱写度数，嘛得标示酒精含量，互一般民众知影敢有啉超过卫福部的规范。咱台湾是规定讲查甫20，女性10g总共无法律嘛会使有一寡政府政策决定讲会使加一个2克的酒精顶悬嘛，这嘛会使讲一嘛对吧搁有咱伫青少年伫学校的部分安怎来宣传讲莫搁早啉酒，咱对薰啊，对槟榔啊，对一寡毒品啊，拢有在宣传嘛，对无？但是咱对酒的宣传真少嘛。中心指出，大脑爱到25岁才发育完全，嘛建议政府甲合法啉酒的年岁对18岁抽悬到25岁，避免少年囡仔提早戒酒。卫福部指出，目前戒酒的治疗补助一人一年上悬有4万块。卫福部表示，除了爱靠时代学校协助囡仔建立正确观念，未来嘛会根据台湾的文化特性，研究适合的防治策略。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移民署对外宣布，咱台湾即马要推动外国人入境台湾的电子下卡网络登记，纸本的部分伫10月初1就开始无要用。内政部移民署宣布，从10月开始要全面实施线上入国登记表，等于正式淘汰纸本。除了要加速通关的效率之外，也要减少旅客手写卡片的繁琐程序。Is required to proceed with immigration, and it is also free, fast, and friendly. 电子 A 卡是对今年5月初5推出，有中英日韩泰越印尼等7个语言说明和自动登护照的资料这功能。外国的旅客大多数感觉讲电子化是趋势，但嘛烦恼取消纸本会互济岁人袂晓用。We need to reduce the use of paper, so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For our younger generation, it is very comfortable and very useful. But I worry about the older generation because they are not so familiar with such kind of. I did it in China, and I think I also did it when I was coming here 5 years ago to Taiwan. Then I also had to do it on paper. And also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helping other people, so even older people could get help from them. So I think it's a step that you have to do it online, but they also giving service, so it's okay, I think. 移民署提醒讲，需要来写的对象是包括外国的游客、中国的人民和港澳的居民，还有无户籍的国民。另外，为了考虑到家庭和团体旅客的需求 ，TWAC 支援一个人，加计会当替16个做回来的人写。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惜的缓冲期比较短。韩国那边呢，就是今年呢公布要开始电子化之后，它就是电子化跟纸本2个同时并行，一直到今年2025年的12月呢，才会全面取消纸本的部分。台湾能够有协助的人协助这些旅客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TWAC 是免付费，外来旅客于抵达台湾前3天内需完成填报。为了配合新制上路，移民署已经提供 QR code 的连结，而且协调各大海空运输业者伫机场和港口设广告，方便旅客来扫 QR code。无成完成的人上班爱到台湾护照查验进前完成申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高铁即马有甲日本买上新的列车，是买12组上新的列车。这新列车毋但会当来主动测音，而且这列车的稳定度嘛有加较悬，也有放行李的空间甲所在嘛有变较快。新列车呢，上紧伫2027年会投入营运。占入日本 JR 新干线的车辆基地，这台上新款的 N700S 的车型，外观看起来和一般的列车差不多，但其实对内面到外口拢真特别。顶悬的空间会当放26寸的行李箱啊，比即马的是大真济。全自动车厢门，就算大包细包嘛会当行甲真自在。便所有放家己的洗手台，伫椅仔顶悬，阁有个人的读册灯，餐桌的面积加大等等。内装的部分充满大心的设计，今年冇大突破。采用这个车型，它可以减少20% 的耗能，那它还有减少20% 的刹车距离，兼顾到安全这个功能。那相对的，它也有增加一个自走电池的功能，它可以让我们在
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让车子在没有电的状况下移动到安全的地点。新研发的至尊双翼型的车头，边边啊流线的造型，减少驶时阵的阻力，车镜全部的设计是完全袂差，配减震器来提升列车的稳定度。台湾高铁向日本采购12组的新列车，型号会加一个 T， 就叫做 N78ST。这个不断成长的旅运人次啊，也使得大家共同都期待台湾高铁能够赶快有新的车主来解决现在大家常常抱怨的一票难求。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这一次啊，也特别来日本盯紧了整个我们车辆的打造的进度。新车厢暗算明年会运到台湾，2007年下半年投入营运，全部的列车上线了后，前方的发车能力暗算会当提高25%，有可能会当解决即卖问题。日方过去是拍拼促成高铁的采购案，未来新车上路了后，代志关系会更较深化。公司国际记者施志豪东京报道。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是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外岛26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